歡迎嚟到今個星期應該係1月份最後一集嘅香港人家書啦。咁錄影嘅時候咧，歐陽老柯咧就係啱啱落機，咁新鮮滾熱辣，咁16個鐘嘅航班，咁翻到嚟加拿大，咁然即刻咧就梗係揾到老友何良茂老總啦，就一齊咧就係錄今集嘅香港人家書啦。咁如果今日啲 energy 有啲跌喎，就大家請諒，因為始終咧就係差唔多一日冇瞓覺之下咧，就同阿老總咧就錄影嘅。好，老總，別來無恙啊！歡迎回家，兩個家咧，個家庭個家，一個加拿大，咁真係好啊！同你再同框啦，就一齊傾下家書咁啊！啲朋友差唔多10幾日都餓住冇家書睇啊！咁啊，今集咧老岳真係唔話得嚇，一稍微恰一恰就即刻同大家做節目，大家真係要點個讚，起碼都要讚阿老岳嘅專業精神。當然我每次去海外嘅地方就即係去吸收下人哋嘅文化啊，吸收下人哋嘅國家嘅營運啊，對比起我哋加拿大又點樣啊咁樣。當然我都無謂浪費大家嘅時間啦，即係對比日本嚟睇加拿大真係黃種腳就不消提。但係咧即係喺我翻嚟嘅航班裏邊咧。發覺我整體嘅一個嘅旅客啊，成班航班咧，哇緊要啊，老總，星級旅行團啊，呢個星級航班啊，星啊，個星係邊個星先？星阿爺、星阿公、星阿嫲、星阿婆、星阿嬸、星阿姨、星阿哥、星阿姐、星弟弟、星 BB、星妹妹、星媽媽，星哥與你同艙，哇，壓到性數量係嘛？壓到性數量啊！總之全部都係包頭嘅，一落到去飛機之下咧，就係好多咧，我都唔知佢移民啦定係點咧，就有專門嘅加拿大嘅 immigration officer 咧，就去招呼佢哋，好多人。總而言之啦，即係我又唔係話特別，即係對佢哋呢個國籍嘅種族嘅朋友有特別嘅睇法。咁但係咧，即係的而且確咧，同佢哋搭飛機咧，就真係唔係一個好享受嘅旅程嚟嘅。首先佢哋就永遠咧就係一人就係3、4、5、6、7、8代咁樣上航班，所以咧如果你係遲咗啲咩 Group 4、Group 5嗰啲朋友仔啊上飛機咧，咁就大鑊啦，因為嗰個嘅航班裏邊上面嗰個擺嘢嘅地方咧，就一定係俾啲阿星哥咧佢哋即係擺晒嘅。好頭痕嘅，然後跟住咧，佢哋又唔知點解生殖能力咁厲害、咁旺盛，繁衍嘅人數又咁多，成班機裏邊咧就係啲星弟弟就通機走，跟住星 BB 咧就喺度咧就係煩到啲空姐咧就係不得了。我都好褪，即係我呢個位置咧向JL 嘅航班嘅空中小姐就喺度致敬嘅，因為咧佢哋真係好煩，不停就揾佢哋問問題，一不停要佢哋尋求幫助，咁呢又有 BB， 又要佢即係嗰啲嘅 BB 嗰啲嘅兜兜拎嚟拎去咁樣，又有出機出錢咧，印度人咧係最濫用航空公司提供嗰啲輪椅服務嘅民族嚟嘅旅客嚟嘅，即係據我嘅呢一個嘅睇法，所以咧嗰啲空中小姐俾佢哋咧就真係折騰到咧就真係慘，所以我都都呢個都唔係唔緊要啦你家族龐大人丁旺盛，最攞命嘅就係喂有病睇醫生啦，翻屋企先啦，cam，而家咪好興嗰隻病毒嘅，我真係自我隔離。幾耐一陣間先至好見你啊！因為你知你年紀開始大，我哋唔知會唔會即係開始走下坡噶嘛，老總惹咗你就死火啊！哇！我真係死啊！咁細，真係前邊又鉗，後邊又咳，跟住又肥跌，跟住個左邊又肥叻咁樣。我話俾你聽，我係前後左右側邊大 diagonal 都係俾星星哥哥包圍住，全程升級享受啊！你真係升級享受啊！呢班個飛機咧，簡直係咧唔係日本航空啊，係印度航空嚟嘅。即係呢8個鐘頭，我由呢一個嘅東京飛翻嚟咧，哇！我真係心驚膽又戰，真係啲咳落嘅聲音又即係不停都有，真係冇計啦即係佢哋而家啲人咧就真係實在係世界上面號稱可能已經分分鐘突破咗16億添啊！有啲人話佢，所以即係佢哋喺個國際嘅航空市場裏邊遊走係人數眾多咧，咁呢一個係唔詫異，係 common sense 嘅事嚟嘅。係啊，你咪翻到嚟啦。加拿大嘅星哥咧，已經即係我哋嗰啲移入嚟嘅人口啊，啲毒藥嚟計咧，阿星哥已經開始即係凌駕於中國大陸嘅移民。呢樣東西即係唔好話航班啦，成個加拿大無論東岸、西岸、中部
即係星哥處處聞啊，處處睇到佢啊。咁我哋而家見到我同老我經常出沒嘅呢啲地區咧，都係星星哥味飄不飄，絕。星味飄飄處處聞。OK，冇錯，我哋已經對咖喱越嚟越有研究啦。我哋係啊一行埋去，邊個星哥行埋嚟，邊種咖喱味，我哋都已經略有即係一啲心得。無論點講都好咁加拿大移民咧，我哋今年2026年開始大轉向，就好多嘅移民嘅 quota 總數都係喺度收縮緊，因為而家發現好多基建啊，好多嘅移民嘅措施啊，房屋甚至福利各方面都係跟唔上。最重要就話發現星哥同中國大陸有一個共通點佢哋嗰啲申請人咧，亦都係家族式咁樣嚟，咁好多資料咧都需要再 double check、triple check、quadruple check，即係發覺咧都好多問題，要收滯。但係點都係，卡尼有冇心機搞好加拿大嘅移民政策同埋 fix 我哋嘅人口政策，我都係一個大問號啊，老我。係唔好話即係佢只係移民政策嘅問號啦，整個國家嘅國策都出現咗好大嘅一個嘅笑話出咗嚟。咁大家都知道啦，當阿老岳去遠東旅行嘅時候，呢條嘅蛋散又跟到埋我去呢一個嘅花衣即係探訪一個嘅探熊探阿維尼熊OK。當然即係變咗咧，就係舉世全個世界嘅裏邊嘅矚目嘅一個嘅笑話。而且咧就係亦都咧就係大言不慚即係去之前就發表一啲嘅偉論，又話呢嗰啲中等國家咧就係自己咧就係唔好俾人哋去蝦，係嘛？即係如果自己唔搞好自己，或者大家唔團結埋一齊咧，就係咩話？佢話即係咩個變咗餐單，又或者自己係嘛？變咗係嗰個餐單上邊嗰碟菜俾人夾。係，即係你一係就做食客，一係就做菜單。咁佢話中等國家唔好做個 menu，唔好被人夾，咁要做食客。但係我就想問下加拿大有啲乜嘢嘅實力可以做食客咧？而家俾人夾緊咯，俾特朗普喺度嚼緊你喎。似乎你自己講自己想變成個唔想變成個 menu 咧，實際上你就真係 menu。你特朗普話好啊，你咪同中共搞貿易啊！你電動汽車6.1%本嚟100%減到6.1%，叫啲咩比亞迪乜嘢奇瑞嗰啲大陸車，第一年入差唔多5萬架，第二年慢慢加到去7萬8萬咁加上去。特朗普話好，我就加你關稅25%起標分分鐘加你100%關稅你又同中共繼續搞埋一堆繼續洗產地因為美國而家喺度閘住中共啲電動汽車，但係你而家就係喺後門係咁開門入汽車入嚟，咁呢樣東西特朗普一窒咧就卡尼即刻話冇，我哋冇同佢傾自由貿易協議，人哋講緊你唔同佢傾自由貿易協議，但係你而家話同佢要加強貿易要揾聯共濟美嘛，咁特朗普就話睇下你制定我唔制。咁呢樣東西卡尼俾人感覺到佢好似有啲即係虎頭蛇尾到最尾都好似俾人感覺到跪低即係話最重要就係今次佢簽嗰啲唔係協議嚟嘅，係 MOU， 係諒解備忘錄，即係話係個 agenda 嘅內容嚟嘅啫，未曾去到傾內容嘅實質嘅嘢。咁即係話佢都知道美國實會反彈，所以就簽 MOU 就唔係簽協議。咁呢樣都係佢玩彈弓手嘅擺明係嘛？老岳係啊，而且咧實質咧，你做埋啲咁嘅動作咧，嗱，其實實情咧，你可以見到啲左膠做嘢咧，口講係嘛，姿勢搏鎂光燈、影相、見報，但係實情有冇啲咩嘢做到出嚟咧？其實就係得個吉嘅。嗱，佢同習近平嗰邊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冇乜特別嘅嘢係有着數嘅嘢傾咗翻嚟嘅。如果你係簽 MOU， 甚至無習近平同佢傾買嗰啲咩嘅菜籽油即係芥花籽油菜花籽油芥花籽油啦，係仲有買咩？仲有買啲咩？
買啲農產品啊，買牛肉啊，買龍蝦，喂，都係雞碎有一個咁多，雞碎咁多之餘，仲有一個嘅賞味期限嘅，即係有一個喺幾多月之前嘅，唔係話永久嘅一個嘅協議嚟嘅。而且嗯卡尼更加做到一啲嘢出嚟咧，令到我哋作為香港人嘅加拿大人咧就反彈嘅，因為佢就同呢一個嘅皇家騎警啊，加埋呢一個嘅中國公安啊，會攜手一齊啊，聯手去打擊一啲跨國嘅國際嘅一啲嘅罪案。咁咪咩有啲咩跨國嘅國際罪案啊？講就咁樣講，係咪要將我哋呢一個嘅香港人家書嘅台柱阿何良茂先生係嘛？呢啲嘅中國嘅紅人啊、通緝犯啊，係拎翻去啊？係嘛？即係你搞緊嗰個議會，成隊人咁樣都有啲人喺度㗎，係咪押解翻去呢一個嘅香港啊？係嘛？即係點樣啊？係咪大家一齊去幫手皇家騎警？一係你哋捉，一係俾公安嚟捉人啊？係嘛？咁啊，即係呢啲嘅嘢就好令我反彈嘅。嗱，實情咧，呢啲嘢擺完出嚟之後咧，其實佢得一個嘅做法，似咩咧？就係似你俾人飛咗，或者你以前條契家佬唔理你，然後跟住你係特登咧就係揾啲死飛仔啊、爛鬼啊，即係就甚至乎山花柳啊嗰啲雀雀一山粒粒嗰啲人咧就行埋，就刺激你個契家佬。咁你個契家佬睇你咁嘅款，喂，你要自甘墮落，自己攞嚟衰嘅，咁啊得啦，你咁啊行人啦。唉，我娶過第二個啊，係嘛？你仲跟住再同我傾嗰啲咩美墨加協議啊？唔使諗啦，唔好諗啦。喂，你根本有啲嘢係帶唔到人噶嘛，係冇得帶嘅。因為你成個國家裏邊，我哋唔好講我哋 BC 產啲咁嘅垃圾省份啦，隔離嗰個嘅阿爾伯達省，所有嘅貿易即係 Alberta，基本上就係全部都賣落去美國嘅。你咁樣搞，你咪將將呢一個嘅保守黨嘅老友記係嘅 Alberta 省係咪趕上絕路啊？即係唔使指意要佢哋做生意啦。喂，支持你嗰個傻仔啊，嗰個保守黨議員嗰個佢哋梗係聯佢唔係嗰個就係省嘅保守黨嚟嘅啫，係咪啊？阿 Tom Ford 啊，咩嗰個傻仔啊，佢哋啲廠啊都唔使指意啊，可以喺 Ontario 有得繼續可以再冧喺度咧，就幫佢生產啦。即時兩個省就俾你玩殘咗，孖聲四起。你要做英雄，你要搏美光燈嘅呢一個嘅捕捉，你要見報嚇，你要做呢一個嘅3分鐘英雄，點知你做咗成世人嘅烏蠅？嗱，呢一個就係呢啲左膠嘅人嘅做嘢嘅方法，係啊，永遠冇諗清楚點樣去做，搏掌聲、搏見報、搏影相，但係其實你同杜魯多嘅做嘢一樣，都係銀樣立槍頭，冇樣嘢係可以做得到出嚟，而且對個國家嘅傷害係好大嘅。冇錯啊！你個安省省長啊，兜科咧就真係兜花升嚟啊！豬兜係啊，好火真係興係啊！好興啊！喂，大佬，我安省靠啲汽車啊，咁你整啲大陸嗰啲咁嘅廉價電動汽車入嚟嚇，然後咁樣搞法，一方面玩死本土嘅汽車，無論你係裝配啊、加工乜都好啦，即係好多附屬啊，好多係所謂周邊產業噶嘛。第二，你又激嬲咗下邊美國，咁啊即係揾安省嚟做 SID 系統，咁即係話兩頭都得失。咁啊呢啲咁豬兜嘅東西，明明安省就係你自由黨嘅票倉啊，你都咁得罪，你話呢個 Mark Carney 呢啲乜嘢嘅頭腦咧？第二，特朗普一大你就即刻話咩？我哋唔係簽咩自由貿易協議，但係特朗普就話。話知你自由貿易協議定係貿協啦，總之你同大陸加強做生意，呢個即係擺明係睇我眼眉，我哋而家就要堵住佢哋，就要想餓瓜佢哋，咁你就即係大開中門，即係一開門一道，仲有就係關於芬太尼呢單嘢，你加拿大冇表現 KPI 唔得，講都冇講到啊，完全係過唔到關。過到去中國，連講都冇講過呢一樣嘢啊！點樣阻截你喺中國流入冇去加拿大？膽講啊佢。係啊，嗱，我諗好多網友咧都要講少少俾大家聽嘅。其實咧，我個人認為佢啲電動車嘅而家嘅做法咧，唔單止咧，即係佢就諗住帶開門口嚇，即係無論你喺上海製嘅 Tesla 會嚟到呢個加拿大之後，好似你講嗰啲咩大鵬小雕啊、比亞迪啊嗰啲咧，即係都會跌落嚟。比亞迪。比亞迪都滴咗入嚟啦，咁樣咁，而且仲有好多嗰啲嘅裝嵌啊，嗰啲嘅基建啊，即係會一直都會以最平嘅關稅咁樣去入嚟嗱。但係你就卡尼可能會諗緊一個嘅諗法就係，喂，會唔會？咦，我哋可以引到啲中國人嚟咧，就係喺呢一個嘅加拿大嘅地方裏邊咧，就係開工廠，OK？
咁然後取代咗下一啲嘅美國嘅呢一個嘅車廠，你諗都唔使諗啊。OK，我覺得咧基本上就係呢一樣嘢係做唔通嘅。第一，美國佬就係知道，如果你喺佢後一裏邊大量生產呢啲嘅電動汽車，咁你就真係咧就係擺到明咧就係撩鬼攞命啦。係人都知道中國嘅嘢製造嘅嘢會爆炸。OK，第一呢一樣嘢，我個人認為以而家呢一個嘅東邊嘅安大略省落雪落到咁樣嘅呢一個情況，你啲電動車仲行得出街？唔使自爆啊，自動停駛啊，即係自動停駛係嘛？即係電動車呢啲基本上嗰啲左癌嘅人咧就係上頭嘅。我個人認為以加拿大咁寒冷嘅地方，嗱我哋頂籠 BC 省可以裝到，冇錯，頂籠嘅啫。其他嘅你基本上咁樣凍法咧，其實基本上個市場上面咧係有一定程度上面咧係冇可能咧就係要咁多嘅呢一個嘅電動車嘅。係嘛？因為第一個嚴寒嘅情況之下咧，你啲電動車其實就係唔 work 嘅。嗱，電動車作為係咩用咧？一家有幾口 ？OK，你個仔啱啱考咗個車牌，咁啊，啲加拿大人人窮就志短，係嘛？Tesla 就買唔起啊，就買大陸車幾雞嘢咁咧，就俾佢當一個嘅 second 即係 second car 或者係一個 city 裏邊咧，即係負責代買餸車或者係佢側邊啊裏邊 Super Drug Mart 啊買下藥。去阿 Walmart 就係買下呢一個嘅grocery 咁樣嘅情況，俾你穿州過省肯定唔得掂，係嘛？咁所以個 market 裏邊嘅 expansion 咧，我自己話一個睇法咧，係唔可能係完全即係replace 到消化唔到嘅，而且佢得4000萬人，係嘛？雖然一個 household 裏邊可能唔止一架車。OK， 咁但係個問題係唔會去可以做到一個主流嘅車，一定係永遠都係以fossil fuel 能源做主流嘅一種嘅汽油車，而且你咁樣嘅做法，亦都係擺到明就係同我哋生產石油嘅安大略省，唔係 sorry 呢一個嘅阿爾伯達省亞省有好大嘅呢一個嘅影響。好啦，再者，你以為可以入到嚟之後生產，你如果冇個美國嘅市場嘅承受，基本上你生產咁多車，其實呢一個嘅加拿大咁嘅4000幾萬嘅人口係食唔晒你啲車嘅，而且美國亦都唔會俾你咁樣去做，因為你會輸入大量嘅廉價嘅車入到去呢一個嘅美國嗰度by means of你個美墨加嘅呢一個嘅協議，美國一定咧就係同你 revamp 嗰個 deal 咧，唔會俾你咁樣去入去嘅，而且再有一樣嘅嘢，以加拿大人呢種嘅德性。懶惰 work-life balance 福利依樣嗰樣係嘛？你可唔可以做到大量生產啊？即係整嗰啲平靚正嘅車出嚟啊，或者係好似密集生產到好似你喺大陸裏邊咁樣嘅呢啲嘅產量咧？我都個人有一個好大嘅 question mark 喺度，所以呢一個嘅諗法其實不切實際，佢係忽略咗自己國民嘅工人嘅呢一個嘅質素。地理環境同埋氣候上面對於一個電動車對於一個嘅實際嘅 demand 嘅一個嘅需求，再者你就算俾你整咗個大龍鳳出嚟啊，整咗變咗一個嘅生產基地啊，美國係唔會俾你咧，就係將你嘅車入到落去美國嗰度。第一影響到 Tesla 嘅呢一個嘅銷量，而且你入咁多依類平價車入嚟，咁你亦都係對美國嘅市場裏邊一定程度上面嘅衝擊。唔好忘記呢啲嘅車一早已經話咗，擔心佢咁多嘅 camera， 大街小巷全部收集咗啲數據，其實基本上就係幫中共咧就係派呢啲嘅自動行走機器啊，去做一個嘅 spy 啊，去做間諜啊，偷窺你自己境內裏邊大街小巷嘅所有嘅景象嚟嘅。嗱，你最尾嗰度先至係要害。你入5萬架電動車第一年。即係5萬個流動嘅手機，而且啲手機咧，嗰啲鏡頭咧係全方位嘅，係車前、車後、車中央嚇，即係你睇你就大家坐過 Tesla 都知㗎啦嚇，咁啊即係等於你將中國嗰個後門啊用嗰啲電動車直頭啲數據周街穿州過省，周圍影，然後就傳翻晒去中國大陸嗰邊。美國人就擔心呢樣東西，就多過擔心你嘅市場會整冧佢。所以你講啲商業想講嗰啲咁樣嘅社會問題，喺美國嚟講都係次要，最重要就係話你嗰個設計本身係有後門，呢個後門先最得人驚。你個車會自己行下，會自己爆炸，你就買嗰啲顧客，你就自己呢條架車自己揀，自然就唔好怪。但係最重要係成個國安
係美國承受唔起，加拿大更加承受唔起。卡尼有冇諗呢啲咧？因為佢諗到佢就完全係熟視無睹，當呢件事唔諗佢就當唔存在。即係呢個就美國嗰個對中國嘅電動車嗰個戰略限制嘅原因所在，就係你係將我禁咗你華為，但係你又整嗰啲電動車奇瑞啊、比亞迪啊咁啊，即係幾國家呢啲牌子有10個8個入嚟，即係話你將個手機通街走一模一樣。美國就要巴得你華為就一定包埋你電動車，如果唔係咪即係等於開個雞籠，有得嗰啲雞走，一係就雞走晒，一係咧就係啲壞雞入晒嚟。講完。咁啊喺個國安嘅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大家都知道 CSIS 做咗一個電話簿咁厚嘅 report 俾一個嘅杜魯多睇都唔睇。咁啊，即係佢唔睇，我唔知佢呢份嘅 report 有冇交俾阿卡尼啦。但係卡尼佢自己喺去年年第一季競選黨呢一個嘅國家嘅Prime Minister 嘅時候，好記得佢係講過中國係一個嘅對加拿大嚟講嘅一個嘅 threat 嚟嘅。咁而且係嘛，即係孟晚舟事件令到有2個 Michael 就俾人哋捉咗，而加拿大亦都有好多嘅人喺中國裏邊咧，就係俾人咧就係進行呢一個嘅死刑，係嘛？咁跟住即係國防嘅呢一個嘅嚴重嘅挑戰啦。點解啊？因為我哋好多嘅國會議員都受到中共嘅一個嘅喺海外裏邊嘅一個嘅親戚受到佢哋嘅一個恐嚇啦。嚇佢哋啦，威脅啦，包括莊文浩啦，係嘛？甚至無影響我哋嘅競選嘅呢一個嘅聯邦選舉嘅選情大家都好記得，唔係好耐之前趙錦榮議員亦都係因為佢哋搞到就落咗馬啦，係嘛？咁亦都有好多嘅新聞講翻出嚟，係嘛？即係叫人哋唔好選聯邦保守黨嘅一啲嘅議員啦，甚至無喺市選省選裏邊。大量嘅中國移民都有啲掌心雷，係嘛？佢哋去投佢哋一啲支持共產黨人嘅候選人啦，更加唔好講而家呢一個嘅中途倒戈雙向嘅馬榮珍，基本上個人嘅懷疑佢同共產黨裏邊係咪有好多千絲萬縷嘅關係？今次隨團出團即係冇理由。啱過檔就都唔夠，都凳都未坐，你就跟住總理去訪華，咁佢嘅。即係中共第5中隊嘅身份呼之欲出啊！係啊，再加上海外裏邊嘅 overseas 嘅 police station 跨境執法雖遠必誅喂，呢啲都我都唔想再講喂，上晒國會，上晒聽證，係嘛？賣晒新聞，又晒紀錄片，加上中國嘅人喺度洗黑錢，借助呢一個嘅加拿大嘅呢啲嘅賭場買一芬太尼，咁多嘅問題。你卡尼仲走去同呢啲對我哋國家有影響嘅壞人揸扒埋堆做戰略性夥伴，然後背棄咗你自己同文同宗，係嘛？做咗100幾年咁好嘅一個嘅鄰居，係嘛？而且大家個理念大家嘅價值觀大家嘅體系西方嘅文化喂，全部都係唇齒相依嘅呢一種嘅關係，簡直就係倒行逆施調轉晒嚟所以咧，即係令到好多加拿大人咧就係好氣憤嘅，即係而且最令我更加氣憤嘅就係到目前為止喺整個國家裏邊，仍然有超過半數嘅人覺得卡尼今次嘅做法係啱嘅，你話死唔死？所以而家咁樣嘅狀態咧，加拿大急速向左轉喺呢個總理帶領之下，嗱呢種向左轉咧，唔係一種理性嘅思考抉擇，純粹係一啲情感勒索。就因為要反 Trump， 要反美，就不惜投靠敵營，不惜認賊作父，不惜揾卡尼自己。舊年4月選舉時都話呢啲係敵對勢力，境外嘅敵對勢力。就睇孟晚舟事件睇到中共對加拿大係非常之仇視。總之你捉我孟晚舟，我就整翻你2件，搞人質外交。加拿大咧就差唔多身受其害，非常之慘重。但係曾經係杜魯多嘅顧問卡尼自己完全喺個過程入邊過去嗰10幾年冇10年佢都有8年都係黐住杜魯多一齊去揾食。咁而家杜魯多落咗嚟，去揾佢做替身，就即係攞翻呢個自由黨嘅執政嘅位置，然後跟住就即係堂而皇之咁揾共產黨嚟出頭，然後就要懟特朗普。但特朗普一大佢咧就即刻就縮降。
又叫加拿大買國貨，咁我於是咧就好鬼 naive 咁樣咧，就上網查一查加拿大有啲咩國貨咧，我真係好想知道啊！原來食品咧就有楓糖漿，有農產品即係咧龍蝦嗰啲啦，服飾咧就有 Roots，有 Canada Goose，有木材，有礦產，同埋航空航天同埋汽車部件等。咁我覺得除咗楓糖漿我都有食嘅，三文魚都有嘅，咁小麥都有嘅，咁跟住乳製品都有嘅，牛肉都有嘅，亞省。但係我點可以食木材咧？我點可以買礦產咧？我點可以玩航天航空呢啲？喂，加拿大啲咩國貨可以話幾乎等於零，仲有我哋對華貿易係4.幾%佔成個加拿大嘅 GDP。即係對外貿易就唔係 GDP，對外貿易個額，對美國嗰個出口咧係佔咗7成半。喂，對中國比你冚山，你都係美國貿出口嘅一個零頭，何況而家會慢慢加到6%，都係慢慢加。咁弱雞嘅比例，你居然去投靠敵營，又話要懟特朗普，特朗普一聲話你唔好輸貨嚟啊！我仲有今年要傾呢個美墨加協議啊，特朗普一聲話唔傾，加拿大要啲貨賣喺邊啊？你幫阿卡尼答下賣喺邊啊？冇啊，我自己幫我自己答下啦。我已經咧今次過咗去泰國咧，我已經知道咧泰國有一個咧提早退休嘅visa 計劃㗎。咁即係你50零歲或者你 proven 到咧，你都半退休啦，或者你做嘢咧就唔需要特登咧就係喺你嘅原居地做嘢，你可以靠 online 去做嘢咧，咁你就可以申請呢一個嘅visa 啦。咁呢一個嘅 visa 咧，我問咗個老友，啱啱有人落咗去嗰邊就係定居咗。咁我話咧就係連埋啲 agent 啊，搞埋啊，俾埋呢一個嘅泰國政府啊，1萬蚊港幣都唔使。咁哇，好廉價啫喎！係啊，雖然你冇乜投票，冇得做呢一個嘅泰國人係嘛，即係我唔使改我個名叫岳乃官實冠港呢一個嘅名。講完之後我都唔記得你係邊個。咁唔使話，即係你又唔係叫做何良奶差茂咁樣，佢唔需要嘅。咁但係咧，你就可以喺泰國裏邊咧就係生活，咁冇限制嘅。咁租樓又佢哋嘅叫做 resident 啦，permanent resident 之類啦。冇錯。咁即係做呢一個買又唔需要買樓係嘛，又唔需要有特別嘅投資。嗱，其實泰國人就好醒目嘅。點解咧？佢又唔需要你過嚟移民，亦都唔使要你特別嘅投資買樓，或者唔需要你過嚟做嘢，因為個勞動人口太少。而家你肯過嚟嗱？因為你哋淨係友仔視泰國為娘家，耐唔中就去下。嗱，佢特別咧就知道你啲香港人咧就即係中意去呢一個嘅泰國係嘛？哇，潑水節又去係嘛？落去清邁呢一個嘅行下山啊，享受啲清涼嘅空氣啊，或者去泰國裏邊練下腳啊，勾筋溝泥啊，咁跟住又或者去呢一個嘅芭提雅同啲lady boy 傾下偈啊，咁樣我好中意嗰度玩。嗱，小弟就嗰度中意睇泰拳嘅啫。咁好啦，咁橫掂你都嚟咁多次啦。不如咁啦，收你一個錢咧，當旅遊 visa 咁，但係你就唔需要有限時限後即係唔使餐餐都簽證啦。冇錯，其實就諗得好聰明嘅。但係我哋嘅加拿大政府咧就永遠就死咕咕嘅。頭先你所講嘅或者買多啲嘅國貨，我都口臭啊！由黑加拿大香港人家書第一集，我就已經對嗰個國家就提出一個最大嘅問題：點解我哋冇企業，我哋冇一啲大嘅牌子？我哋冇一啲嘅厲害嘅一啲嘅公司係嘛，即係可以養活到好多人嘅一啲嘅經濟係嘛，更加我已經同你講過啦，佢點解我哋幫襯唔到啊？你全部都係礦產木材係嘛，大呢啲係祖宗嘅資源，係資源嚟㗎嘛，大佬你有冇一啲嘅 brand， 有冇一啲老本啊？有冇一啲嘅譬如Sony 啊，有冇一啲嘅譬如好似LG 啊、三星啊，係嘛西門子啊，或者係話呢一個嘅星鏈啊，或甚至無呢一個嘅 iPhone 啊，係嘛？有冇其他嘅一啲嘅網上面嘅購物嘅一個平台啊？好似 Amazon 啊，或者如此類推，更加唔好講係咩嘅快手啊、京東啊、咩貓即係個天貓啊，如此類推啊，完 Q 全都冇。因為個政府不作為，政府冇大志，根本政府不作為，而且又係一個 socialism 嘅社會主義嘅一個嘅擁抱者，係嘛？亦都唔鼓勵人哋咧就係創業，亦都唔鼓勵人哋咧就係去做生意，亦都唔鼓勵人哋勤力。所以我而家就真係諗啊，講真，真係積極考慮啊！
申請呢一個嘅半退休嘅 visa 啊，過去曼谷裏邊啊，真係我過去同你做一個嘅泰國人家書啊，用乜嘢啊？而家跨境嗰啲網上，所以我對加拿大嘅前景係好暗淡嘅。主要個原因就係博勵治為首嘅保守黨，我睇唔到佢有即係良好嘅領導才能。爛泥扶唔上壁，我哋講個口臭嚟又係。成個國家裏邊嘅領導人乏善足陳，真正政客多嚇，為一個國家即係諗個未來，真正嘅領導人少，加上而家個國家裏面嘅人口比例，佢嗰種嘅 diversification 啊，而且不同文化多元政策啊，變咗國家嗰個向心力啊，我已經係分析咗好耐俾大家聽噶啦，江河日下係嘛？大家都係各自為政。呢個地方只不過係一個嘅法租界啊、英租界啊、華租界啊、美租界啊、印度城啊，係嘛咁樣嘅呢一個嘅情況，大家真係唔係真正為一個國家係真係去出力做好嘅，我都心灰意冷啊！即係好老實講，呢個國家即係我好想佢起得身，但係奈何，我覺得一個成功嘅國家需要有3樣最主要嘅因素：出色嘅領導才人嘅政客係嘛，或者係領導人啦、領袖啊。我哋國家見唔到。第二，整體國家嘅民族嘅人嘅質素，白人原本個對嘢叫寄以厚望，但係而家嘅人後生嘅淨係識得玩 TikTok 走去 Pop Mart 裏邊買 Labubu， 吸大麻，染咗頭5顏六色剪賓州，係嘛，搞屎忽，係嘛，啲左岩上腦 DEI woke culture， 跟住嚟咗大量嘅呢啲嘅印度人。係嘛，破壞咗整體嘅呢一個嘅加拿大嘅固有嘅價值觀，仲有一啲嘅中東嘅難民，係嘛，奉承呢一個嘅穆斯林，係嘛，將西方文明就視為一個嘅屌你嘅仇敵，咁我就唔明啦，你咁討厭呢一個西方文明，你又要咁中意原教旨穆斯林嘅，你嚟呢一個加拿大托咩？係咪啊？咁啊華人更加就唔好講啦，自古以來佢哋呢班嘅友仔都係食糞屌，係嘛，口腔期嘅一個支持者。只有地方俾佢買到樓，係嘛，有得去揾錢，對個國家嘅未來佢係完全都唔積極、唔貪心、唔擔心，仲要玩雙重國籍添，仲要中意玩雙重國籍，甚至無啲嘅老華僑喺度就擁抱習近平、擁抱共產黨，都唔明點解自己會越漂洋過海走咗去加拿大裏邊咧，連根即係拔起蚊插鬚過嚟嘅。咁所以你喺咁嘅情況之下，你點會個國家會發得到圍咧？再加上國內裏邊有太多嘅呢啲嘅環保主義嘅者，係嘛，又點樣去發展？一陣間又話整響動物嘅權益啊，跟住就搞亂咗一個嘅北斗星同埋一個獵戶座對我哋大地裏邊嗰啲磁場嘅呢啲嘅一個嘅影響啊！喂，再有原住民乜 Q 嘢都話，即係破壞佢祖宗山墳，又要傾偈，我諗唔到我有啲乜嘢嘅方法，有咩最偉大嘅？比阿 Sir John A. 麥當勞再世啊！我都唔知佢點樣可以帶你個國家走出呢一個嘅困局啊，老總。係啊，美國就係你頭先講嗰個加拿大現行嘅通病，就即係美國喺2024年之前嗰4年或者更早，奧巴馬、克林頓嗰個美國左膠嗰種文化，嚟到加拿大尤其犀利。加拿大比美國仲要左嘅，原來就承繼住啲歐洲嗰啲即係左傾。左翼思潮，對共產黨咧係抱有同情態度，對古巴咧就係非常之熱情嘅，對於捷古華拉呢啲咧就好敬仰嘅，咁都唔緊要嘅。如果你即係作為一種信念，但係可惜睇呢啲政治領導人咧就將佢變成咗國家政策，就派福利，就不是生產呢下嘢咧就搞到。加上你杜魯多過去嗰10年上台，就係因為你個大麻合法化嘅政策。搞到大量嘅癮君子，而且啲年輕人嚟到就濫藥嚇，你就睇到就唔係同佢哋嚟一個嘅強制嘅一個嘅戒毒，有佢哋仲之冇派埋毒品俾埋安全屋、安全注射室，咁其實基本上錯晒嘅。基本上咁你點搞咧？係嘛？你想有作為，你都冇咁嘅一個嘅能耐嚇。白人就係直情係自我閹割，係嘛？即係加拿大嘅價值觀又冇晒，唔閹割就係吸毒，唔吸毒就吸毒，係嘛？一係就唔生產。係嘛，即係唔屌閪，即係講得粗俗啲，唔生仔。印度人嚟到一個生3個，3個變9個，99啊81個，咁你死得啦，大佬。嗱，咁啊嚟緊禮拜二，你話俾我聽啊，老總，
點會有未來咧？我真係想同你講啊，有冇未來啊，老總？起碼喺今年就冇未來啦。如果阿卡尼唔落台，咁所以嚟緊禮拜日咧2月1號咧就喺加拿大咧就好似有全國性嘅反卡尼嘅自由黨啊，反自由黨嘅全國大遊行啊，即係大主要城市都有唔同時間嘅活動。咁呢個都睇到即係一啲跡象，即係因為有人話，今年春天或者春夏之間分分鐘卡尼會搞唔掂，又要嚟一次大選。就而家保守黨係咁吹啦。反對黨保守都係咁吹。Anyway 啦，小弟咧就會喺今個星期日加拿大嘅時間嘅12點至點零2點。你講係溫哥華太平洋時間。溫哥華太平洋時間。咁1點鐘至3點鐘咧，呢一個嘅 protest 就開波。咁但係我應該就如無有12點零鐘我就會落到溫哥華嘅downtown。咁啊，亦都係借助曾經係加拿大人，而家做咗美國人Elon Musk研發出嚟嘅星鏈就係進行直播。 OK 嗱，加拿大呢個垃圾國家衰到連戶外裏邊用我哋嘅手提電話嘅網絡去做 live streaming 都做唔到，好唔 stable 嘅，唔得，直係垃圾。所有呢啲英國加拿大澳洲呢啲垃圾國家咧，無論你屋企或者係戶外你做 streaming 都唔得。我去到泰國同埋去到呢一個嘅日本，人哋酒店 WiFi network 非常好，做直播冇窒過，你死唔死得？咁即係一樣咁簡單嘅嘢，已經去到網上面咯，墮 L 落咯。係啊，即係你點會唔令你搖頭嘆息，同埋感覺唔到你哋有上進有長進嘅呢種嘅能耐咧？係嘛？甚至乎我哋做直播都要靠美國人嘅 Starlink。係嘛？佢希望可以即係去唔仲話反你，仲話呢一個嘅高清同埋好暢順咁樣將星期日嘅一個現場嘅反抗加尼、反抗自由黨嘅暴行嘅 rally 係嘛？傳送去俾我哋廣東話世界嘅人口睇得到，你係咪令你好心傷啊？盧總，你覺得？係啊，暫時冇嘅，我哋可以絕望，但係唔可以即係冇希望咯，唔可以悲觀咯。即係對呢個政黨咁我哋要時刻都諗下方法點樣去改善起碼都要守住自己先啦。我覺得呢個政黨咧，唔好跟埋癲啊！我哋嘅制度咧係可以令到佢哋收皮嘅，但係奈何我哋嘅國民係唔肯醒覺，呢一個我係最擔心。一個正常嘅國家，領袖又冇，國民質素咁低，有咁多嘅一啲嘅資源唔識得去運用，就真係呢個國家嘅一個嘅悲哀。Anyway 老總，我杯水要斟啲水，轉頭翻嚟同大家翻嚟再傾過吓，翻嚟再傾過。好，翻嚟先老總，我哋先傾一個問題，我都好擔心你嘅你有冇曾國衛嗰啲長日上問題？男人最痛就10個有8個都會遇到噶啦，不過咧就上行啦，得老天照顧，咁我都未試過 PSA 數值，亦都未試過去檢驗呢個前列腺，未有呢個需要，未有呢種咁嘅男人之痛嘅經驗，所以今日要講下曾國衛，我睇下喺佢身上攞啲經驗咯。PSA 數值好高，咁就要辭職，但係好多人話 PSA 數值高唔係前列腺癌嘅重要因素，即係一個參照數。你點睇啊？好似借前列腺過橋佢。特區政府為咗大家咧，就係作為一個嘅國際大都會嘅市民，咁就係一定咧就有常識即係我都一直同大家講，大家個人嘅冷知識常識一個交叉式3點式自由式乜式我哋都要識嘅，咁樣係嘛？咁所以原本好多個朋友都唔知咩叫 PSA， 我以為 PSB 添 ，PSB 或者 USB 嗰啲人識啫，係嘛？嗰啲手指大家都好明。係咁而家就知啦。原來即係 PSA 就對一個前列腺癌嘅一個嘅指數，咁更加老總嘅博學多才啦，就知道前列腺PSA 嘅指數高，唔係代表真係有前列腺癌嘅傻仔咁樣。咁我哋又知道近排李家超又有坐骨神經痛，係嘛？咁之前嘅董建華又話有腳痛，較早前一間有呢一個嘅馬時亨又話生腦癌，
係咪？好多人係啊啲身體裏邊嗰啲奇形怪狀嘅問題都出嚟㗎。我哋就知道咧，特區政府咧就想借呢個機會咧，令我哋了解心肝脾肺腎。嗱，遲啲咧啲女仔嘅高官啊，嗱盛傳啊，呢一個嘅何永賢啊，甚至乎呢一個一塊地都賣唔到嗰塊田，一塊田都賣唔出去嗰個嘅寧漢豪啊，係嘛？嗰啲啊一間就話咩嘅大陰唇、小陰唇啊、子宮啊、乳腺啊，係啊，唔知啊，嗰啲嘅嘢真係陸陸續續都係有問題啊，係嘛？咁都未頂啊，係嘛？咁咪要道嚴啊，定係點？嗱，我哋大家咧就可以藉著啲高官咧嘅身體嘅問題咧，就更加了解人體嘅奧妙。我覺得就自己呢啲嘅問題咧，就越嚟越知道多啲，係咪啊？喂，你而家上生物堂啊，老岳，我哋香港人家書咪香港人生物喎。係啊，香港人教科書，係咪？咁特區政府有咁嘅情況咧，即係想用佢哋高官咧，就係了解我哋身體嘅101個器官都未頂，但係有咁嘅問題。咁啊，曾國衛咧老老實實，我就係其實即係我又唔想喺度認屎認屁啦。咁如果大家有睇過其他啲節目嘅，或者我自己個人嘅預言咧，有幾個官咧就係高危嘅，曾國衛就係其中之一。因為佢係政制及事務局局長，就負責就係搞啱啱過去咗嘅呢一個嘅垃圾局選舉，就拎咗幾億出嚟咧，就係搞一個嘅垃圾中選垃圾，廢物之中揾回收，係嘛？即係好難搞嘅。其實即係第一，香港市民都知道呢扎人根本都唔為我哋發聲，唔為我哋做嘢嘅，根本就個興趣就冇晒。代表我哋香港嘅人亦都入唔到閘，係嘛？愛國者治港，咁啊。邊處有人選啦？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係嘛？基本上即係全民嚇，即係全部所有啲可以用到嘅能力都去拉票，都係稍為比去年就升咗點幾嘅一個嘅百分比，係咁多其實就唔成功嘅，即係對比起總投票人數跌咗喎，老係啊，冇錯啊。對比起澳門嗰個嘅垃圾局選舉咧，其實澳門啊岑浩輝咧就係做一場漂亮嘅勝仗，贏咗你哋呢一個嘅香港嘅。好啦，之前咁簡單搞個同性即係同性戀嘅框架登記咁簡單嘅事，連你自己圍內嘅人你都 convince 唔到，係嘛？何君堯啊、梁美芬嗰啲就喺度話你就即係將香港即係俾啲妖魔鬼怪嘅同性戀搞我當單啊，香港以後冇人生仔啊！即係如此類推，咁啊又即係有立法會咁多恐同症㗎，原來好多㗎，咁啊所以咧，基本上啊任內啊，即係阿曾國衛啊，基本上冇嘢係做得成功出嚟嘅，我唔覺得佢有。因此而搞到佢自己個前列腺就受壓力咧。有咁嘅可能啊，即係我即係陸總嘅工作唔會有咁多壓力啊，希望你樣嘢都順利啊，咁你前列腺嘅指數唔會偏高啊。咁但係我呢多啲同我做節目先得喎，舒緩下啲壓力。冇問題，冇問題，冇問題。救人一命啊你！唉，救翻你個殘疾腎啊，等你殘疾腎唔使去做保健跌錢添啦，係咪先？前列腺你記得前列腺按摩，耐唔中幫前列腺按摩下，等你自己個前列腺健康，唔好有一啲嘅增強嘅呢個組織去擴展啊，記得啊，老總啊。係啊，唔好俾佢肥大啊、增大啊，我知道，我知道嗱。咁嗱，我自己網上一撳落去就知。不過今次嘅擺明係攞前列腺教飛啊，根本就個政治問題，點解要揾身體嚟教飛咧？我自己係因為就係覺得咧，就係佢做唔到啲嘅嘢出嚟，咁而做唔到嘅嘢出嚟咧，可能亦都係嗱，我覺得好有趣嘅。如果你病咪病咯，使乜出嚟做咁多文章，又跟埋李家超出嚟又見記者。嗱，見記者之餘，喂，如果你係真係有病，哎呀冇雀雀啊，雀雀爛啊，雀雀彎咗啊，定係點樣，然後申請呢一個嘅辭職，特朗普sorry，李家超知道，然後向呢一個嘅國務院去單聲，咁你都有埋個替補嘅人選，然後即時就，哎呀，因為而家呢一個嘅曾國衛個前列腺肥大，我喺個前列腺唔肥大嘅人嚟頂佢個位，即時就介紹埋個替任佢嘅人。冇人 replace 佢喎，so far 如果我放假咪放到懵咗定係點啊？揾唔到。冇，未聽到替代人選，我諗要經過起碼國務院要報請咗佢批准先至宣佈得嘅。嗱，既然係咁樣嘅情況之下，你又唔係做錯嘢，或者李家超話你覺得又非常之好，只不過你有陳日新肥大，咁而且呢一個已經唔係我唔係突然之間有急症喎，我今日屌有重病唔做得嘢。你係之前都要申請話俾人哋知㗎啦，你持續一個長時間
咁你都要同阿老頂傾開，咁你哋揾另個人手，喂嚟手一個合理嘅政府，就一定係要有埋嗰個嘅後補，你又唔係即時死得嘅一啲嘅急症同埋危病，係啊，啱唔啱啊？嗱，我個人分析，你認唔認同啊，老總？嗱，我放假冇放個靈魂飛走咗㗎，係嘛？你做過一個大企業嘅管理。喂，咁你要同啲客仔交代啊，咁你都話俾佢聽，唔使驚啊。鱷魚咧就而家就 quit 咧，佢就搞網台，佢又唔做廣告啦。不過唔使驚啊，揾到阿鱷魚更加厲害啊！佢個替代嘅第二代人物阿鹽蛇而家嚟接替，唔使擔心啊。鹽蛇又靈活又醒目又精靈又可愛，係嘛？即係一定係湊得你哋得係嘛？梗係會咁樣嘅交代㗎，唔會話阿老柯而家另謀高就啊走咗啊，冇人睇啊，你當嘢係嘛？咁點啊？我啲客邊個睇啊？邊個會負責啊？邊個 in charge 啊？咁我下邊啲僆係咪全部都係冇咗個 leader 唔通噶嘛？老總啱唔啱啊？係啊，做前列腺唔係一個急症啫，哇！今日即非走不可，咁你爭多一兩個禮拜或者一兩個月都唔會死人冧樓，但係點解要咁樣急急腳走咧？咁呢個好明顯係一個政治問題，係北京落嚟嘅。柯打威要揾人祭旗，有冇搞錯你哋？啊！啲失職嘅官員點解都唔使負責嘅？咁仲有喎。喂，宏福苑嗰單嘢好似而家就大家忘記咗。喂，嗰度仲大鑊喎，嗰度好多個部門噶喎，唔係淨係得一個咩政制局、內地事務局，嗰度有成5、6個部門嘅首長都要負責。宏福苑咧，直理論上咧就係同阿曾國衛咧，我就唔覺得有好大嘅特別嘅關係嘅。我知嚇，但係我講開又講啊，即係話宏福苑嗰單嘢仲大單，點解嗰度反而唔搞呢度立法會？你真係咁樣嘅，人哋話老人家就唔好咁心急，點知你真係俾人哋話啲老人家越大越心急嘅，即係陸續有嚟啦，一次過做咁多嘢，點做得切啫？國務院係2026年陸續有嚟，陸續有嚟啊！咩馬咩火啊嗰啲嘅，即係嗰啲咩赤馬咩鬼嘢啊？咩赤馬紅羊啊嘛？赤馬紅羊，人哋而家你上面中國裏邊都又話政變，又話即係嗰啲聽床師，嗰啲瞓喺下邊睇，又或者開火，又咩賓館裏邊打鑊金啊，啲係如此類推，又捉咗人哋啲細路啊，咁樣可以睇寫劇本咁樣，唉，信你一成都雙目失明。但係個關鍵係，我相信上面亂晒龍 ，OK，做唔切係嘛，即係陸續有嚟。如果你曾國衛搞壇嘅大龍鳳都搞到咁一撇屎咁樣，同性戀框架登記都搞唔掂。係嘛？咁啊落台就好正常啦，係咪？推政策推唔到，係咪先？咁啊你 convince 唔到啲議員，即係證明你失職啦，係嘛？咁你前列腺肥大，咁啊即係揾個藉口出嚟嘅啫。嗱，我頭先所我講嘅分析就係，我覺得就好 make sense 嘅。我覺得咧，硬係有啲嘢就梗係做唔到，又或者佢個人同阿李家超係基本上合唔嚟啦。或者就李家超就係點都係要聽阿夏寶龍講，係揾啲人咧就一定要祭旗，唔會話冇問責制。咁啊，喂阿老友，你不如你都有問題就你行先，你頂一頂上幫我做場戲啦，如此類推。我自己覺得係會陸續有嚟，唔會佢所講話即係而家暫時就係炒低一個官嘅啫。而我個人亦都認為曾國衛嘅離職同佢嘅 tension 係絕對無關係嘅。嗱，我知道同前列腺無關，就同佢辦公室有關。係。佢咧就將習近平嗰張相安落個瓷相放喺個書架旁邊。你知中國人嚟講，放張瓷相落去真係死鬼咗嘅。係啊，先人啊，習先人啊。係啦，嗱呢個曾國衛咧就真係中國文化咧博大精深，佢0.1%佢都未學到，就居然將個死人嘅瓷相放喺度，咁即係咒習近平死。習近平見到你咁樣嘅款，你以為擁護我？睇你哋咒我死，你放個瓷相，你睇下你屋企人邊啲有瓷相嗰啲啊？阿太啊，阿太啊，全部何門先祖，我覺得呢個原因係令到佢一定要提早落台。何曾祖15代，何良田，即係何乜乜嗰啲，你嗰啲啊，你應該知啦。你圍村嗰陣時好多噶嘛，一入去嗰個嘅祠堂裏邊，即係太曾祖、太曾祖祖、李老祖嗰啲，係嘛？我覺得呢個原因係啊，曾國衛咧自以為聰明，結果總被聰明誤。咁啊，今次咧13世祖，如此類推。阿老可，你係10幾世祖啊？你係？我係 N 世祖啊，唔得閒去數啊，多到咧真係，咁呢就唔係2世祖，肯定唔係2世祖。冇錯，我哋都想做2世祖，不過唔係啊，好可惜，係嘛？富不過3代，一到3世祖都唔得掂啊，真係。咁所以，我而家咧，即係見到咧，香港裏邊個管治嘅班子咧，甚至無咧，即係而家你好簡單，除咗曾國衛賴嘢。
前一排阿葉劉嘅接班人阿陳交配，即係唔知佢即係應驗咗點我成解佢逆線行車咁啊？佢學埋楊蘭蘭咧，真係有樣學樣咧。嗱，佢嘅講法就係急。冇司機就係自己趕住開會，趕住開會。嗱，我就唔知佢真心定無意啦。咁我就唔去考究嗱。其實講真，我個人認為嗱，佢做得喺呢件嘅事件裏邊咧，我覺得做得恰當嘅。第一時間沙冧道歉認罪報警係嘛，即係等交俾法律嘅政府嘅差人嘅部門係呢一個嘅查批啦，同埋去罰款啦，或者係要停牌啊、釘牌咩都好啦。咁啊，即係呢一個係冇乜太大問題嘅，因為嗱，我冇理由或者係冇證據證明佢係有咩特權啊，走去逆線行車啊、大支嘢啊、撞親人啊，如此類推。一個我諗起碼都即刻認錯先。嗱，唔好即係好似係耶穌話事計，攞石頭抌妓女嗰啲係嘛？即係你哋自己有冇逆線行車過？我有。OK， 我喺列治文嗰個嘅 General Hospital， 另外嗰邊嗰度有兩條線。咁啊，其實咧入錯線係嘛？咁啊，跟住迎頭有架車出嚟，俾人哋撥到個九彩。咁我都有自己有個嘅我喺安山我都試過啦，嗰時你有冇試過？係啊，實有咁嘅情況噶。咁我唔排除阿陳交配咧，有可能係真係唔醒目嘅，尤其是你都知道女人揸車，大家都明啦。唉，點樣費事講嘅？啲女觀眾又鬧我，係咪做香港性別歧視？港女揸車你自己都係咁啊？係嘛？咁我就唔覺得係一件好大嘅問題。但係即係要搞到咧，即係阿蔡素玉發聲啊，要佢收皮啊，要辭職啊，或者係佢有啲嘅建制嘅人咧，就係喺度大家口誅筆伐啦，如此類推，甚至無牽引到要拎Summer Precious Dragon 都話垃圾局嘅議員啊，你要以身作則啊，做好個榜樣啊，即係自己個紀律你要有個人操守啊，個人操守呢啲嘢就真係多 Q 餘嚟嘅。即係我覺得佢犯咗例，咪君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係嘛？天子犯與人同罪，咁你基本上要用正確嘅司法制度去審判，然後即係一個刑責，咁啊已經係搞掂啦。我覺得即係點解要將佢去到哇又要上綱上線？喂，你嗰啲嘅議員啊，唔好睇鹹片啦，係嘛？之後係嘛？你嗰啲有啲咩嘅嘢跟到捉晒啦，即係如此類推。喂，我哋唔係選個雷鋒出嚟噶嘛，我哋選你班友仔辦唔辦事啊嘛，我唔係要選個聖人出嚟噶嘛，睇業績，睇你嘅表現，冇錯，係咪啊？同埋呢啲咩以身作則啊，個人素質呢啲好鬼虛，同埋呢種咁樣嘅阿媽係女人，又使乜你講啫？啲公職人員就自動要咁做噶啦，唔理你係立法會議員，呢個政府官員，係嘛？使乜你講啫？你咁講咪即係等於開好會唔好瞓覺，係嘛？係咯，上車唔好，唔係即係入閘唔好就咁跳過去，一定要嘟一嘟八達通。呢啲係阿媽女人就，我唔覺得佢講呢啲東西好嘅小學雞咯，夏寶龍當啲議員咧都係小學未畢業咯。咁而咁樣去做法咧，你每個人都一定會唔好話私德有問題啊！你咁要雞蛋去挑骨頭，一陣間我唔覺意係嘛？黑字咁就丟鼻涕，咁啊跌咗地下，咁你咪又犯咗衛生條例啊？係嘛？咁啊，即係基本上可能我報稅報漏咗少少，我咪話又隱瞞咗稅收啊？係嘛？或者我有其他一啲嘅出席咗一啲嘅派對係嘛？點知食嘢就食貴咗，咁一間啲人咧就話你又係濫權啊，係嘛？特權啊，如此類推。喂，你咁樣嘅呢一個嘅搞作嗱，我唔排除即係大家即係一定會有啲咁嘅招待，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即係慎防佢舐嘢，千祈就唔好就犯例。但係有可能好少雞毛蒜皮嘅事件，好似陳交配金仔嘅事件，我其實覺得件事係無限放大咗嘅。而呢件嘅事件好明顯係建制派，建制係三分顏色上大紅嘅，冇錯，搞即係大家搞呢一個嘅拗九斤窩裏鬥嘅情況，所以咧就係將到件事正經嘢唔做，係嘛？攞呢啲嘅嘢出嚟咧就係搞震就冇幫襯，去互相攻擊。嗱，呢一個我哋嘅而家嘅香港嘅政壇咯，三分顏色。咪就係共產黨最想見到咯，你哋自己鬥人就唔單去鬥共產黨啊！冇錯啦，即係就唔會話做正經嘢啦，即係大家啄一啲嘅問題出嚟就大做文章，尤其是大家唔妥大家嘅呢一個嘅浮晒出嚟啦，係嘛？爭嗰幾塊狗糧，大家就全部咧就係全軍總動員賣晒力狂咬，見血就封喉，係嘛？一有兩食嘢嘅呢一個血腥味，就好似鯊魚咁樣群起而咬之。好明顯啊！呢一劑嘢啊，老總。嗱，你講起呢互咬咧，呢個軍委會 number one 同 number two 啊，習近平同埋張又俠呢壇嘢，
即係喺你喺亞洲仲旅行嗰時已經發生到而家，喂，都成個禮拜都繼續發酵喎，日日都有新嘢，咁就好明顯啦，就係阿一同阿二咧，就係即係好嗰個勢，即係變咗嗰個勢已經唔能夠大家和諧嘅工作落去，大家嘅理念啊，特別對台灣嗰個睇法，好明顯係火星撞地球，再加埋習近平嘅風格，疑心咁重。越係熟嗰啲嘅越唔相信，咁我覺得今次已經逼到張又俠咧，已經又出埋啲咩密信啊，即係傳聞啦，咁就似乎軍隊入邊而家究竟效忠習近平定效忠張又俠，就出現咗即係一啲好鬼詭異嘅狀況喎。嗱，我就建議大家唔好 look China 或者係 style view，OK， 佢啲乜公嗰啲睇咁多。OK， 嗰啲咩汪峰啊，一陣間又唔知邊個嗰啲友仔講啲咩密函，下邊哇講到射幾多發子彈，大家就兜口兜面飲咗兩個二鍋頭互打嗰啲，即係唔好睇咁多。嗱，好簡單嘅啫，我唔相信佢哋兩個之間有矛盾，因為基本上根本習近平一早就一言堂，大家又話即係咩大公姐，又話乜就即係指意佢去推翻呢一個嘅中共，咪玩啊！大家唔好傻啦。好明顯有幾樣嘢嘅啫，我個人認為根本就唔會有啲咩鬥啊嗰啲咁嘅 kick clack 嘅嘢。去習近平好老實講，我哋係睇翻幾樣嘢。我喺我節目裏邊嗰幾個分析，你有冇發現過有啲嘅問題？譬如中國有架唔知咩級嘅潛水艇沉咗落嚟，到而家都未浮翻上去。OK， 射一啲嘅導彈，唔知飛咗去邊度。OK， 射咗去日本個經濟海域㗎嘛。今次好鬼簡單。突襲委內瑞拉，嗰啲中國嘅吹到不得了嗰啲防空系統，全部都唔 Q 啊！好明顯，俄羅斯嗰啲都唔得，俄羅斯嗰啲都唔得。嗱，好簡單嘅啫，李澤嘅軍頭點會係習近平嘅對家？做得佢對家，全部都習近平提佢出嚟嘅自己啲叻嚟嘅，點會同佢係兜口兜面去對抗啊？我係打死我都唔信噶。OK， 只不過就係我做大佬，我做咗咁多年啊。我自己一見自己咧做嘢做到咁樣嘅情況之下，好興啊！你個街特問我攞錢你就叻，你老味冇場好戲做咗出嚟，潛艇潛咗咁，啲交貨唔準，就上唔到嚟，飛彈就亂射，人哋啲飛機入嚟啲偵察唔 Q 到，你班友仔又話軍演，又話乜又話七，你啲錢立咗去咁多，去咗邊度？我覺得呢個就係最大嘅原因。冇錯，不過呢個最大嘅原因。仲有更超大原因就係共產黨呢個體制咧，就一定唔會容許嗰啲良幣存在，全部都係劣幣。Exactly， 呢個必然噶。冇錯，所以咧由頭到尾，我開頭都唔知道，原來佢兩個老豆都係世交嚟嘅，一齊去叫雞啊、飲花酒啊，一個搞政治工作，一個搞前線工作啊嘛。冇錯，咁佢兩個從小便相識，大便時跟龍，係嘛？大便情跟龍。係嘛？即係你講真，我係老雜啊！我唔通我求其揾阿楊尚君或者係江澤民、胡錦濤啲叻，拱佢上去做軍委主第二把交椅咩？點會唔妥啊？邊有傻仔會諗啲咁嘅嘢噶？低能嘅。兩兄弟玩泥沙玩大嘅。冇錯，根本就係你好明顯，根本就係立咗我啲錢，但係你就乜 Q 都做唔 Q 到嗱，甚至冇啊！啲人話張又俠啊，就係呢一個嘅習近平嘅頂心杉。良心公台裏邊，喂大佬啊，冇得打就死㗎。佢都主張公台噶，不過唔係習近平嘅方式啫嘛。冇錯，咁你即係你諗下，你點一人之下，大佬你而家你睇習近平，連胡錦濤都係掃地出門趕走，李克強都突然即係心臟病，你諗下張又俠。如果要懟冧佢啊，晨早懟冧佢啦，點會再同你喺度對住講咧？呢一個係唔合邏輯噶嘛，就好明顯，梗係有啲嘢做唔兼。但係有一樣嘢我好同意你所講嘅，但係唔好忘記阿馬杜萊俾人哋佢懟冧咗。第二個巴加交爾嗰個莫迪斯定乜得邊？羅德里格斯係啊，禮手就變咗第一把交椅，你嗰個驚唔驚？佢見到咁樣佢驚唔驚？冇錯，習近平諗住你將日學分俾就羅德里格斯嘅中國版啊！我越 friend 越係由細玩到大，共產黨裏邊就往往就係呢啲人退出賣你。我覺得呢幾樣嘢最親密嘅人就最冇錯，所以由頭到尾就係咯，冇錯啊，係啊，由頭到尾我都唔信咩大公姐咩大家打內戰，唔好玩啦，傻仔！
嗰啲人真係低能噶，你真係做唔好意思啊，老總，我講嘅我就講古嘅啫，嗰啲講古嘅啫，講古佬嘅嘢，我就笑啊你明唔明啊書人。嗰啲低能嘅人喺度信，跟住就喺度講到信以為真，又話咩打內戰咩民族救星，冇低能啦！你哋班友仔，你去走去藥房度一單買羅夫救星嗰個民族救星，佢打死都係共產黨嚟嘅，兩兜嘢都係共產黨嚟嘅，打極都共產黨，都係紅潮，都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咁，係啊，冇改變到。我唔覺得個軍隊裏邊有任何嘅疑心，因為咧其實基本上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大石砸死蟹咧，哦，梗係一呼百應啊！但係打起上嚟嗰陣時走佬嘅第一件事嚟嘅啫，我跟住就翻去屋企接氣嘛。冇錯，咁而反而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有兩個諗法就衍生咗出嚟嘅，究竟仲會唔會諗武統台灣呢一樣嘢？我就自己覺得咧，即係如果一個好 practical 嘅講法嚟講，一間公司裏邊咧，你啲主管7個部門主管，而家得翻亂晒坑，亂晒黑，冇晒啲主管喺度。咁你點樣有一啲叻嘅人去做一啲大嘅 project 咧？即係正如你武統台灣嘅時候，啲元帥啊，係嘛，軍區主席啊，啲參謀長都冇埋啦，冇晒啦。咁點打咧？嗱，同埋另一個問題，我如果你熟讀歷史嘅希特拉，係嘛，一樣係即係剛愎自用。係嘛？打仗嘅時候唔聽參謀長，唔聽啲元帥，咗個自己一意孤行，外行人管內行人，死路一條嘅。咁點打咧？就係其實呢一個嘅問題。但係亦都有擔心嘅問題，就係話冇晒人制衡嚇，冇晒人即係講啲真實嘅説話。哦，大家話打咪打咪打咪打咯，咁就去打咧。會唔會就真係變咗老雜一個唔覺意戚幾條咩筋係嘛？癲起上嚟真係打嘅時候會更加容易去打咧？我有一個嘅 question mark，我有啲驚驚地啦。依家我中意你最尾嗰個 option。係挑起條筋，孤注一擲，哇咁就好啊！我好中意呢個。我其實都覺得真係首戰必終戰咁樣就係。我等緊呢啦，等成世都係等呢樣東西啫喎。係啊，我同你翻香港真係打你打啫，大佬。最緊要你唔好縮，繼續爛尾落去。係啊，協你又輸一世啊！習近平老閪都打下喎。所以喺件事我好樂觀噶。去事到如今，最好你兩個咧就係咁左一巴右一巴咁砌，然之後跟住習近平，平定天下，去馬朕要見到賴清德押送北京。係啊，冇錯，走去活捉。嗱，不過老總，我自己可以講咧，如果你相信我嘅推演嘅方法，係因為成班友仔貪污腐敗、中飽私囊，俾錢佢 develop 啲嘢，全部都唔 Q work。變咗國際嘅笑柄，令到習近平冇面，潛艇就潛咗落去，破咗呢一個潛艇潛在海底裏邊最長紀錄，仲未浮翻出嚟，你都可以想象得到解放軍啲軍備係點樣啊？係嘛？係啊，再加埋俄羅斯打呢個烏克蘭亦都露晒底，咁又冇俄羅斯露底，即係中共露咗一半，中共都係會相差不遠。唔係唔使咁簡單，因為俄羅斯好多嘢即係中共俾噶嘛。睇下伊朗咪知咯，係咪先？睇嗱，伊朗嗱就嚟噶啦，講真。我自己覺得好似話週末啦，海節週末可能分分鐘開拖啊！係啊，真係呢一個嗱，老總係成李貴賢啦。你上次講3個月內即係間就冧咗個委內瑞拉啊，係嘛？我覺得伊朗就嚟啊，特朗普唔會放過呢一個千載難逢嘅機會嘅，即係要你中東變天嚇，要你中東一個回教國家變咗重入一個嘅俗世化嘅伊斯蘭世俗化嘅。我覺得係一定係要做嘅，如果唔做咧，即係無論對美國或者後患無窮啊！後患係啊，整個世界冇着數。咁我覺得佢一定即係啲基督教文明冇生存空間嘅。係啊，如果我哋用呢種嘅角度去諗特朗普嘅行事咧，佢係必定會做嘅。嗱，你就可以到時睇下伊朗嗰啲嘅軍備係點咯，係咪？都係中共同埋俄羅斯啊嘛。所以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即係大家真係唔好睇嗰啲 Look China 啊，或者係咩法輪功啊嗰啲，即係嗰啲友仔嗰啲嘅分析。你嗱嗰啲冇所謂嘅，你得閒冇嘢做嚇，前日信按摩完畢，唔想再按摩啦，或者係瞓唔到覺，係咪啊？屋企老婆要你足部按摩得唔得啫？唔一定前列腺啊。得雀仔就越軌啦。咁啊，即係或者你呢一個嘅東部呢度有記係咪鏟雪鏟到好鬼攰，要休養生息。得閒睇下笑下咪算數咯，即係你唔好認真喎，大家記住啦，知唔知啊？係啊，冇錯。好咁啊，我哋真係同大家即係資料好多，聽完你要即係要有個批判思維，有東西違反常理嘅。咁啊，而家中共係啊，不過老總你講個批判思維咧，我都好想聽下你嘅意見啊。
中共嗰啲我哋就成日都講啦，即係但係反而我哋都想講下呢一個嘅明尼蘇達州咧嗰啲開槍事件啊，我自己咧即係當然就會覺得好奇怪嘅呢劑嘅事件裏邊，而咁當然打死人命，即係雞蛋與高牆，大家都會明白到嘅，大家去邊嗰邊嘅睇法。我哋講到即係批判得嗰啲示威者抵死，咁好似又好人渣法西斯，因為畢竟人命關天。我交個咁難射嘅波俾你啊，你睇下你點樣去射入網嘅，老總，你發表下你嘅意見，你睇下啦。冇嘅，而家因為佢明尼蘇達州嗰個成個州本身咧，就對於呢啲非法入境者或者係啲非法移民乜都好咧，係長期咧都係縱容，縱容，同埋借呢個貪污嚇官商勾結嚇，亦都係俾呢啲少數族裔咧喺個州入邊咧就係坐大咗，特別係索馬里嗰群要立嗰啲福利啊，立美國嘅資源咧，都係數以十億美元計，仲多過就嚟多過索馬里成年嘅稅入。咁嘅情況之下咧，咁呢班即係非法入境者已經係享受晒好處。咁而家呢啲 ICE 即係啲邊境巡邏啊，同埋呢個 Tom Homan 咧，就要而家直接去明尼蘇達州，就係要掃蕩，要將呢啲人捉出嚟。無論你係住咗3年，因為住咗30年，總之你非法入境者就要趕走你。咁咪會出現咗呢種咁樣嘅執法嗰陣時咧，即係因為呢班人咧享受慣，即係啲或者係啲正式唔係美國即係有身份嘅人咧，就惡向膽邊生，就為咗求存，就會同呢啲執法人員咧就對着幹。甚至今次第2單呢個咧係有執住武器嘅，係啊，手執武器嘅，揸住咁手執武器你試下香港手執武器你實死梗啦，喺美國。啲執武器咧，嗰啲執法員一定先發制人㗎。嗱，我就好唔明白㗎。如果你係去一個嘅攝錄者去影低當時啲執法人員有冇犯例啊，冇用武力啊，咁點解你要拿住呢一把槍，亦都係入滿子彈 fully loaded，仲有幾個 magazine 咁去咧？我呢個係好大嘅一個嘅 question mark 嘅。嗱，我建議所有嘅朋友喺呢件嘅事件裏面，千祈唔好跟車太貼。嗱，上次嗰個女仔嗰個叫做乜鬼嘢名？Good 咩 Good 啊嘛？係Good係嘛？開頭咪大家又話佢都冇撞定係點？當你後尾有新聞片講，原來佢喺度撞到嗰個執法人員㗎，車頭撞到佢㗎。冇錯。嗱，特朗普咧今次亦都喺呢件嘅事件裏邊，第2個被殺嘅人員咧，佢冇講到即係100%啱，唔好搞啦，交俾呢一個嘅司法制度去調查呢一個 due diligence，徹查呢個真相。但係而家多咗陸續嘅片出咗嚟咧，俾人打死呢一個嘅所謂嘅男醫護咧，之前咧佢係去到唔係從事一啲拍攝記錄嘅做工作嘅，而係佢係帶頭尋釁滋事，踢呢啲嘅 ICE 人員嘅車，連挑人啊，係啊，個尾燈都踢爛咗嘅。OK， 咁所以咧我自己有個睇法就係明尼蘇達州。嗱，我而家我唔知咁樣講會唔會係俾人話我陰謀論啊？就係正如老總頭先所講，啲索馬里嘅人啲貪污，而呢一個嘅 Tim Walz 都係喺呢件嘅事件裏邊有俾醜聞纏身，講到佢係唔想會再繼續去再尋求連任啦，亦都有好多嘅官員係牽涉在內。呢單嘢咧係根本個屎塔好多年嘅屎，民主黨嘅屎塔俾人哋揭出嚟。冇錯，而家民主黨一定要揾一樣嘢去轉移視線。而喺呢件嘅事件裏邊咧，就要砌呢啲咁樣嘅非法入境者被槍殺啦，呢啲就證明咧呢個美國嘅特朗普政府係一啲暴力執法啊，咁咪有人俾又好鬼似2019年香港警察咁樣亂咁嚟，即係呢啲係橙同蘋果冇得比較，我覺得絕對唔啱。我係唔明白點解一個嘅示威者，你就算你點阻牙唔上腦，點撐呢啲嘅人喺你國家裏邊，喺你嘅省裏邊，即係搞壞啲嗰個破壞治安、貪贓摸法、偷雞摸狗，係嘛，奸淫擄掠，你都仲係支持嘅，白痴到一個點嘅情況之下，你明知美國裏邊你唔得罪得執法人員，即係亂槍俾人射到蜜蜂竇，唯獨是有一點就係好奇怪嘅，我係唔明白嗰個執法人員點解開咗一槍打中咗咪算，仲要連續開咁多飛，係咪有好多？我唔知佢係咪驚過頭，抑或係一係佢俾人收買咗咧？嗱，如果你用 conspiracy theory 你嘅計，
咁你做到咁大，民主黨就好高張咯喎。唔係啦，嗱可以咁樣去諗嘅，但係我自己覺得個做法就係民主黨或者係明尼蘇達州成班嘅呢啲嘅政棍係有好大嘅一個嘅原因，係要將呢件嘅事件嘅主視角啊，要轉移咗佢。係轉移咗係暴力執法，濫殺無辜之類。冇錯，政治係好黑暗嘅，各位老友記。係，即係你所以估唔到有幾即係唔好用難嘅嘢黨派會發生。成見，唔好用黨派成見睇，要睇邏輯，要睇常理。睇 money、睇錢、睇利益，冇錯喺嗰個嚟睇。冇錯因為依家鑊嘢會死得人多，同埋好多人落鑊。而家明尼蘇達州已經係屬於民主黨，即係濫權得好緊要，同埋佢對於 II 咧係縱容，即係已經係十幾年啦，真係由奧巴馬時代到而家都係咁樣。咁呢個州本身就係真正係真係 II 嘅天堂嚟嘅。你睇下索馬里嗰啲，哇，嗰啲托兒費啊、早餐費啊、咩餵養我們的未來啊，冚唪唥都係亂開公司，基本上冇細路。但係年年就以億計嘅錢就攞咗俾佢，而州政府可以照批照交，咁即係咩原因啫？就因為佢哋有利益關係，因為佢哋係未來佢哋嘅選票所在嚟㗎，呢啲少數族裔。冇錯啊，咁所以咧事件咧並唔係大家想睇嘅，淨係睇呢啲槍擊啊，係嘛？即係雞蛋與高牆啊咁簡單嘅一件嘅事件嚟嘅，即係獨立批判啊，同埋個別嘅一個嘅諗嘢嘅思維係好重要咯。同埋雞蛋與高牆唔好咁容易將佢二分法，呢種思維咧，絕對二分法咧係永遠都話，我哋會支持雞蛋。嗱，有時雞蛋嗰個可能係壞蛋嚟噶，唔好搞錯啊！冇錯，好啊，夠鐘啦，老總，好攰啊，眼瞓啊！哎呀，真係多謝大家收看啊！咁啊，希望大家撳個 like，CLS，下次再傾，好冇？好，見到你你又要真開心吓，咁啊翻到嚟啦，咁啊下個禮拜嘅香港人家書咧就回復翻一個星期2集嘅呢一個嘅 schedule。好嘅， OK，好，多謝大家，喂，老總，下次再傾，好，唔該晒啊，老OK，我，拜拜。拜拜。